拉筋伸展可以舒筋活絡，增進機能，但不當拉筋，尤其係中老年人，好多時不單效果不佳，更可能導致受傷。其中一個好普遍嘅原因係當你拉筋到某個程度，骨頭會互相碰撞，導致骨骼擠壓，令到動作停止。麻木再施加不當嘅壓力，就容易令到關節組織包括軟骨、軟骨環、關節滑囊等受傷。呢啲情況往往會比純肌腱性撕裂更嚴重，同需要恢復時間長得多。例如撕裂關節軟骨環，甚至係永遠不能康復。尤其中老年人因老化及長期勞損，關節組織退化同埋缺乏骨膠原變脆，更易受傷。關鍵就係要認識肌肉張力同骨骼擠壓嘅分別。拉筋時有關肌肉、韌帶或者筋膜被拉到極限時嘅拉伸感覺，就係張力。持之以恆正確拉筋，肌肉會變得更有彈性，神經系統同活動幅度都會有所提升。骨骼擠壓就通常係發生喺伸展嘅相反一邊。例如你前屈拉緊大腿後面，但係喺髖關節前方感覺到硬性停止，呢個通常就係骨骼擠壓。動作受限再加以壓力就會容易受傷。